就是以前以为啊，只要上网删除了历史记录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其实是雁过留声，水过留痕，就是你在网上的所有记录都是可以被追踪和查到的。所以你删了历史记录也没有用。是以前觉得删了有用，现在觉得删了没用，所以就更不会删了。我们专业的男女比例就是女孩子特别多，男孩子相较而言比较少。其实可能也是出于大家对于这个专业有一定的误解吧。就茶学它不等同于茶艺，很多人可能是把这两者画上了等号，所以可能男孩子就不敢选这个专业，觉得它太娘。但是实际上不是啊，我们茶学在农学大类里面来说，和其他的作物其实差别不大。我们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的时候，它并不是全程都有人在参与。像我们在乘坐客机的时候会，可能觉得有2名驾驶员，甚至于更多的驾驶员，他的机组成员在我们的驾驶舱里边，但更多的时候是飞机在自动驾驶。也就是说，在飞机在起飞之前，它的航线、它的速度都是已经固定好的。那么我们的飞行员要做的只是一个观察者，他要去负责保护一架飞机的安全。当我们的飞机出现意外的时候，来人为的干预，来保证我们飞机的一个安全。那么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飞机是完全是在自主飞行的。